美國總統選舉最後一場電視辯論，本港時間朝早9點舉行。今場嘅主題係外交政策，中國崛起係5大辯題之一。競逐連任嘅奧巴馬週末喺大衛營閉關備戰，當地星期一下晝先至抵達佛羅里達州，準備夜晚出席第3場，亦即係最後一場電視辯論。由於多項民調都顯示佢同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目前支持率不相伯仲，呢一場辯論嘅勝負，特別係對搖擺州份，包括佛羅里達州嘅選民，可能有決定性嘅影響。辯論將會喺林恩大學舉行，90分鐘辯論時間分成6節，將會有5大辯題，包括中國崛起與未來世界、中東變革與恐怖主義新面貌、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以色列與伊朗，以及美國喺全球嘅角色。China's been cheating over the years. 有分析指，中國崛起成為重要辯題並唔令人意外。奧巴馬同羅姆尼喺第2場並非以外交為主嘅電視辯論已經有22次提到中國。由於前2場辯論雙方各勝1場，今次2人都不容有失。預料奧巴馬會喺辯論入面強調任內結束伊拉克戰事同美軍擊殺阿爾蓋達領袖拉登嘅外交政績，而早前已經抵達佛羅里達州準備嘅羅姆尼，相信就會利用伊朗核問題同敘利亞嘅亂局，批評奧巴馬嘅領導能力。無線電視記者陳美欣報道。